哎呦，江妹妹，太子殿下驾到！太子吉祥。岳母大人，姜氏乃赵王的妃子，您这般责罚，恐有不妥吧？太子殿下自己也说了，这映月是赵王的王妃，您插手来管此事，恐怕也有些不太妥吧？我自幼便与映月相识，一直把她当作妹妹看待，恐怕这不能算是插手吧。本是一起长大的孩子，以兄妹相称自然是好事，可毕竟男女授受不亲，况且殿下和映月又都各自婚娶，我是怕这越是亲近的兄妹之情，越会让殿下您遭受非议啊。好在哥我是个怜香惜玉的人，这次就让我替你英雄救美吧。母亲大人，归宁呢本来是件高兴的事情，你说这江妹妹在这跪着，一直让祖先看着也不太好，祖先们都累了。母亲，这倒是，那就看在娘娘的份上，让列祖列宗歇歇。时候也不早了，该用午膳了，都散了吧。都散了，都散了，都散了吧啊！太子殿下，咱们也好些日子未见了，那就请移步正厅，陪我这个老人家叙叙家常吧。宝贝儿，你说母亲大人把太子留下来是因为什么事儿？刚才人多嘴杂，现在前后都没人了，就该干什么干什么了呗。说清楚点。娘娘，我听人说，20年前张家太祖还没有去世的时候，那时候张家的叔伯兄弟们都还没有分家，咱们夫人呀作为长子媳妇，主管家里的一切大小事务。有一个叔伯纳了一个上门女婿，谁知道这个女婿却背地里和侍女私通，被咱们夫人发现了，就按家规处死了。死了？可不是嘛。好歹现在我也是个衣食无忧、吃皇粮的人，齐胜要是死在张家，